逐喺新界東連任嘅梁國雄就表示，佢哋唔係乞求選票，只希望港人可以好好利用選票，將議會入邊嘅抗爭力量擴大。嗰啲想抵抗梁振英治港，想改變呢個大陸嘅財團越嚟越主導香港經濟，同埋本港嘅財團坐地分肥嘅人投我哋嘅票。第二次代表社民連以第一排位出選九龍東嘅陶君行就話，會將佢哋堅持香港長有希望嘅信息帶出嚟，又對競爭對手爭取支持嘅手法有意見。咁我期望可以打低謝偉俊咯，係咪？咁就佢派咗好多嘢我知嘅，我冇咁嘅能力，亦都難聽啲講，我哋不是咁做啦，係嘛？佢又好似派。至於新界西，社民連就會派出阿牛曾建成出戰，而首次參選嘅副主席吳文遠就會參選港島區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永山報導。